咁上一集咧，佢評論過有關筲箕灣一間燒臘店嘅 CCTV 咧，就好清楚咁影到俾人偷錢嘅情況啦。咁然後喺6日之後喺油麻地嘅砵蘭街又拉到一個36歲姓葉嘅男人啊嘛。咁佢就住喺窩打老道嘅，係一個清潔工人嚟嘅。咁上一集就評論過究竟應唔應該告佢啦。不過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啦，因為到目前為止咧，仲未有任何嘅檢控行動嘅。咁所以咧 CCTV 拍到嗰個人係咪真係警方拉到呢個36歲姓葉嘅清潔工人嚟嘅咧？到而家都未知啊。咁另外正常嚟講咧，報警嗰陣時，警方應該已經套咗指紋啦。咁所以咧就應該核對個指紋嘅。咁而家冇告佢啊嘛，咁所以就應該咧一係又套唔到指紋啦，即係喺店鋪裏邊套唔到指紋啦；一係就有可能咧個指紋係同疑犯係唔相符啦。咁所以就冇告佢啦。咁另外正常嚟講咧，都應該搜個屋嘅，睇下揾唔揾到啲衫啊嘛。即係當時 CCTV 片段裏邊影到佢着住嗰啲衫，睇下揾唔揾到啊嘛。咁另外睇下揾唔揾到啲贓款啊嘛。咁而家冇告佢，即係應該揾唔到啦。即係贓款揾唔到，啲衫就揾唔到啦。咁另外通常就喺48小時之內咧，就會同佢錄一個警戒供詞嘅。咁而家唔告佢啊嘛，咁所以就應該喺個警戒供詞裏邊咧就唔認嘅，即係唔認佢就係片段裏邊嗰個人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啦，會唔會因為佢係休班警啊？嗱，當然有可能嘅，即係我哋唔會知噶嘛。雖然而家話佢係清潔工啊，咁但係可能真正身份係休班警，我哋唔知噶嘛。即係警察有蠱惑，我哋唔會知。又或者會唔會係有後台咧？呢個更加有可能啦。咁但係係唔係我哋唔會知嘅。甚至會唔會係特首嘅私生子，或者會唔會警務處長未來女婿啊？呢啲我哋唔會知。基本上乜嘢都有可能嘅。即係你諗到天花龍鳳，咩都有可能嘅。咁但係我哋唔知啊嘛，冇任何嘅事實基礎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哋第一時間就向呢啲方向諗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唔會思考嘅，即係我哋唔會諗，即係一發生呢啲事就話休班警，咁我哋唔會思考喎，唔會思考其實實際上係咪真係會咁做咧 ？OK， 咁所以我覺得咧，首先我哋當唔係先啦，即係我哋當最天真嘅想法就係佢唔係休班警，佢又唔係特首嘅女婿，總之會唔會係有正常嘅情況之下？咁嘅情況係唔告佢啦。如果最後發現，咦唔係喎，即係正常嚟講冇可能唔告喎，咁咪當佢係休班警或者特首嘅女婿啦。OK， 好啦，咁總之係咪真係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呢？真係言之尚早嘅。總之無論如何，我哋當咗係冇蠱惑先，即係背後係冇蠱惑先。咁如果背後真係冇蠱惑嘅話，咁正常嚟講，警方已經核對指紋啦、搜過屋啦，同埋做咗警戒供詞啦。咁最後發現揾唔到衫啦、揾唔到贓款啦，又核對唔到指紋啦，佢又唔認罪啦，咁基本上可以話警方要做嘅嘢都做咗噶啦。咁當然啦，如果呢單係大案嘅話咧，又未必係真係已經做完嘅啦。即係如果你係殺人啊、強姦啊、打劫啊，或者而家嘅國安法啊，即係個國安案件啊。如果係呢啲案件咁大單嘅話，可能就會不惜一切，點都要查到為止。例如而家佢住喺油麻地啊嘛，咁就佢住所喺油麻地，係案發地點就係筲箕灣嘅燒臘鋪，咁可能就將油麻地至到筲箕灣嘅所有 CCTV， 即係沿途嘅所有 CCTV 片段都睇晒去，睇下會唔會揾到嘅蹤影，然後連接到條路線，睇下當時會唔會有踩線嘅情況啊？又或者當時實際上當日就見到由屋企行去筲箕灣，或者應該搭車去筲箕灣。嗱，如果係真係大案嘅咧，可能真係不惜一切嘅。咁但係今次呢件案件嘅規模咧，就應該唔會做呢啲嘢。咁所以咧，搜屋啊、搜身啊、警戒供詞啊、套取指紋啊，呢基本嘢咧，已經相信警方會做嘅嘢嚟嘅。OK， 咁所以而家既然係冇衫啦，揾唔到衫啦，又唔認罪啦，又冇指紋啦，咁得翻一個證據就係 CCTV 喎。咁 CCTV 係咪就足以控告佢啦？咁正如我上一集會員片咁講啦，原則上或者法律上係可以告嘅。咁但係事實上又真係唔會喎。嗱，點解唔會咧？我上一集會員片已經詳細咁解釋咗個原理係點噶啦。咁所以我喺呢度唔重複啦。我今日想講下有關嘅案例喎。因為既然原則上、法律上係可以單用 CCTV 嘅片段去告嘅話，咁點解實際上又唔會啊？嗱，留心喎，我唔只係話實際上係唔應該告喎，而係話之前嘅案例真係從來未試過咁告喎。嗱，係從來未試過咁告啦。咁當然啦，其實係有無數嘅案例，法庭係用 CCTV 嘅片段作為身份確認嘅，呢點係無可否認嘅。即係話而家講緊嘅就係話，法庭入邊冇其他證據嘅啦，純粹得 CCTV，有冇試過有案例咧？嗱，
幾乎係冇嘅啦，我話幾乎嚇，一陣我先講翻，其實係有嘅，有一單嘅嚇。咁除咗呢單之外咧，其餘個案例咧都係有其他佐證嘅喎，例如除咗樣似之外咧，仲有啲特徵啊，譬如佢面上面粒墨啊，咁啱喺嗰個位置啊，喺眼套有粒墨啊，鼻有粒墨啊，嗱呢啲咁嘅特徵，除咗相似之外，即係個樣似之外咧，仲有啲好特別嘅特徵。咁或者有個胎印啊，個胎印嘅形狀咧，啱啱好同電視即係閉路電視嗰個影像咧係完全符合喎。你個樣又似，個胎印又相同，咁冇可能唔係你啦。又或者嗱，當樣係冇乜特別啦，咁又或者有冇一啲對被告好熟悉、極之熟悉嘅人，可以認到片段裏邊嘅人咧，就係佢咧？即係我哋普通人認佢，可能覺得好相似啊。咁但係如果同佢好熟悉，佢嘅親人認都認到係佢嘅話咧，咁啊可能性係更加高好多咯。咁但係如果冇嘅，即係又冇特徵，又冇熟人去認佢，咁乜都冇，咁可以點咧？咁咪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動作咧？因為而家係 CCTV 嘛，唔係相嘛。嗱，相就冇咁確切嘅，但係 CCTV 咧，因為佢動作啊，咁你可以從佢嘅動作咧睇下係咪相似咯。即係佢行路嘅時候，正如我上一集講啦，會唔會拐下，即係好似陳子健案咁樣咧，就睇到佢隻腳行路嘅姿勢係好特別嘅喎，同平時人唔同嘅喎。又或者從左右腳嗰個差距咧，又可以睇到，咦呢個就係佢嘅特色喎。嗱，從佢動作可以知道嘅。咁但係如果乜都冇嘅話咧，就唯有睇下搜屋嗰時候搜唔搜到片段裏邊犯案嗰時嗰啲衫啦。嗱，今次佢唔係完全黑色衫嘅，佢有個 logo 喺度嘅，咁所以就可以揾到嗰件有 logo 嘅衫嘅話，或者衣褲鞋襪都揾到嘅話咧，咁就可以作為佐證，肯定 CCTV 片段嗰個人就係佢啦。咁當然如果揾到贓款就更加好啦。咁但係如果連呢啲都冇嘅話咧，咁啊大件事啲啦，就可能真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要揾啲證據鏈啊，例如由佢屋企去個案發地方一連串嘅 CCTV 係咪真係有啲片段可以連串埋一齊，可以睇到其實佢可能真係去個案發地點咧，尤其是會唔會喺當日去個案發地點咧？又或者八達通啦，嗱，徐步高案就用八達通啦，即係佢太太嘅八達通啦。從八達通會唔會睇到其實佢去過嗰度咧？如果有嘅，配合埋 CCTV，咪可以確認到被告嘅身份咯。又或者更加直接嘅，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嘅，就係其實嗰個疑犯就係喺案發嗰陣時喺案發現場附近拉到，即時拉到嘅。即係如果你喺案發現場當時即時拉到嘅話，然後再睇到 CCTV 片段就同你個樣一樣嘅話咧，基本上就可以肯定嗰個就係你啊嘛。OK，咁所以見到有好多案件咧，即係有時會斷咗條證據鏈嘅。如果你話有人打劫，你打劫完之後，你就一路追住佢，你冇斷過嘅，咁咪冇斷過咯。咁你拉咗佢之後咧，就肯定嗰個係佢咯。咁但係有時會斷咗噶嘛，即係你追下之後唔知去咗邊噶嘛，追下唔知去咗邊之後喺第二度拉翻去，即係跑到氣羅氣喘嘅時候咧，有另一個人截停佢拉咗佢，咁就可以睇翻閉路電視片段，睇下嗰個人係咪就係打劫嗰個人。如果係嘅話咧，咁咪可以用 CCTV 片段加埋你喺案發附近嗰度拉佢，而從而證明嗰個人就係佢咯。咁所以你見到原來 CCTV 片段好多時都要配合其他嘅佐證咧，先可以確認到佢嘅身份㗎嘛。咁當然可能會問咧，咁安 CCTV 嚟做乜啊？而家仲話嘥好多億去安，即係全香港冇萬點咁安 CCTV，咁有乜用啊？嗱，最大用處咪就係用嚟鎖定疑犯身份咯。因為如果你冇咗 CCTV 嘅話，你連搜屋都唔知去搜邊間屋噶嘛，係嘛？而家就因為你個樣似嗰個片段嗰個人，即係姓葉嗰個人咧，就所以去搜你屋啊，咁搜唔到啊。咁但係如果冇 CCTV 嘅話咧，連你喺街嗰度唔知搜邊個人呢個屋好噶嘛。咁所以 CCTV 好多時最大嘅用途咧，就係用嚟鎖定調查對象啊。OK， 有咗調查對象啦，咁你可以搜證啦，可以睇下佢八達通啦，可以睇下佢嘅指紋啦，好多嘢可以做。咁所以原來 CCTV 咧最大用途就係用嚟鎖定調查對象，而唔係告上法庭嘅。如果告上法庭嘅話咧，好多時都要配合其他佐證先得嘅。咁當然啦，就唔係完全冇案例係純粹用 CCTV 去告上法庭嘅，係有嘅。即係既然話得係原則上、法律上係可以嘅話，就唔會完全冇啊。咁所以今日咧想講呢個案例喎，其實得一個啫，起碼我揾到係得一個啦。而家多數人引用都係呢個嘅啫，就係純粹用 CCTV 告上法庭，而且純粹用 CCTV 告入咗嘅。呢個就係2017年香港區域法院審嘅一宗爆竊案啊！佢成個審訊裏邊唯一爭議嘅就係 CCTV 片段影到嗰個人係咪就係而家嘅被告？
而當時法官唯一要考慮嘅就係 CCTV 片段嗰個人係咪就係被告。OK， 咁當然最後咧就告入咗啦，就認為真係，我認為咧，即係審咗6日之後咧，我就認為我見咗呢個被告6日啦，我認為呢個就係 CCTV 片段裏邊嗰個人。咁但係後來咧就上訴啊，被告上訴啊，上訴去上訴庭。咁啊理由就話咧，你唔應該只係用 CCTV 片段就確認到犯案者嘅喎，即係唔應該話佢就係犯案者嘅喎，因為人有相似啊嘛。喺冇其他佐證之下咧，人有相似係好正常嘅，尤其是而家佢係南亞人嚟嘅，即係呢一個案例咧，佢係南亞人嚟嘅。咁所以佢就認為咧，喂，你睇南亞人就個個差唔多樣㗎啦，咁所以你認為相似喺冇其他佐證之下，其實將佢入罪嘅話咧係唔穩妥，咁所以咧就上訴。咁但係最後上訴結果係點呢？嗱，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個案，其實詳情係點先。2017年2月12號朝早大約9點55分，旺角廣東道9805號一棟大廈嘅天台儲物室發生咗一宗入屋偷竊案。呢個儲物室係由一名姓鄧嘅男住客使用，而業主就係佢嘅妻子。儲物室入面裝咗閉路電視，案發嗰陣運作正常。當日上午有3名南亞裔男子出現喺天台位置，閉路電視影到其中2名男子撬開儲物室個窗，之後先後爬入室內搜掠，而另外1名男子就一直留喺窗外提供協助。成個過程歷時大約2至3分鐘。雖然儲物室被弄到亂晒，但係鄧先生後來表示並冇財物損失。警方之後透過線人嘅情報拘捕並控告2名男子，即係第一被告 Riyasat Ali， 第二被告係 Sithu Mandip Singh， 2個人被控一項入屋犯法罪。案件喺區域法院審訊。呢單案嘅爭議點只有一個，就係閉路電視片段嗰個人究竟係咪就係呢2名被告呢？控方嘅講法係片段入面第一個爬入儲物室、身形瘦削、着白色上衣、冇戴帽嘅男人就係第一被告 Riyasat Ali。此外，喺案發之後，警方喺被撬開嘅窗戶內側窗框上面盜取到第二被告右手食指嘅指紋。控方指呢一枚指紋嘅位置同方向符合有人用右手反手捉住窗框嗰陣留低嘅痕跡，所以確認第二被告 Sithu Mandip Singh 就係片段入面另外2名戴帽男子嘅其中一個。嗱，咁既然第二被告嘅指紋係留咗喺窗花嗰度啦，咁啊證據確鑿啦，咁點解佢仲唔認罪咧？佢有抗辯嘅喎，即係佢唔認罪咧，有抗辯，佢又話自己咧，其實咧我就唔係想去偷嘢嘅，其實喺幾個月期間咧，即係喺2016 12月至到2月啊，即係17年2月期間咧，我上過天台5-6次㗎啦，我上去係吸毒啊，吸可樂英啊，咁所以咧有時咧我會吸到模模糊糊咧，可能掂到窗花都唔奇嘅，咁有時佢窗咧係開咗少少嘅，咁所以咧我會掂到入邊一部分都唔奇，咁所以咧其實唔係想去偷嘢，我冇想去偷嘢，我想去吸毒啫。咁但係法庭就唔接受啦，因為即係個住客啊就上庭作供啊，佢就話咧上面嗰個天台咧其實係儲物室嚟嘅，有閉路電視嘅，咁所以咧我經常會睇個閉路電視嘅，都見唔到有人吸毒，而且佢又話咧喺嗰段時間期間咧個窗係冇打開過，咁所以咧第二被告係冇可能喺嗰度留低佢嘅指紋嘅，所以唯一可能性佢留低指紋咧就係佢撬開咗個窗花而想入去偷嘢嘅。OK， 咁所以最後咧法官咧就接受咗呢個住客嘅講法，從而認為咧其實被告嗰個抗辯咧係完全係唔合理嘅。OK， 咁呢個就係第二被告嘅情況啦。咁第一被告係點咧？嚟，我聽埋落去啊。針對第一被告，控方冇指紋、冇 DNA、冇贓物，亦都冇犯案衣物作為佐證，唯一證據就係閉路電視片段入面被指係佢嘅影像。控方要求法官直接比較片段入面嘅男人同埋坐喺犯人欄入面嘅 Riyasat Ali， 從而判斷2個人係咪同一人。換句話講，呢單案非常接近一種純閉路電視認人嘅情況。法庭要處理嘅問題係喺冇其他支持證據嘅情況下，單靠閉路電視片段係咪足以證明第一被告就係片中人呢？第一被告選擇唔作供，佢傳召咗另一名朋友 Ahmed Ishtiaq 作供。呢名朋友話佢由2010年就識第一被告，佢睇完片段之後話片入面嘅白衣男子唔係 Riyasat Ali， 佢覺得片中人比較後生、矮啲，而且頭髮比較曲，而第一被告嘅頭髮比較直。不過法庭最後拒絕接納呢名證人嘅意見。法官指出，雖然證人聲稱第一被告頭髮比較直，但係法官喺庭上觀察之後，認為第一被告嘅頭髮並唔係證人所講咁不直，相反係較為似 CCTV 片段中嗰名人士係曲曲地㗎。
相關錄影片段片長大約3分鐘，影到其中一名犯案者嘅正面近鏡，而且相當清楚，睇到晒面容同動作。審訊歷時6日，法官有機會喺唔同角度、唔同位置觀察坐喺犯人欄嘅第一被告，亦都同佢直接對話過。法官表示喺成個審訊過程入邊，佢反覆觀看片段，最後肯定片中白衣無帽嘅男子就係 Riyazat Ali。法官特別指出，第一被告同案發嗰陣相比，只係剪咗頭髮同埋膚色黑咗少少。除此之外，法官認為兩個人係一樣㗎。至於第二被告，法庭雖然未能夠從片段入面確定佢係兩名戴帽男子入面嘅邊一個，但由於現場出現第二被告嘅指模，法官亦都拒絕佢嘅解釋。最後認為第二被告確實係共同爆竊者之一。最後，區域法院裁定兩名被告入屋犯法罪名成立。第一被告被判處監禁33個月，第二被告被判處監禁30個月，兩人亦都被命令向事主作出合共1000蚊嘅賠償。案件之後上訴到上訴庭，第一被告主要爭議喺無佐證之下，單靠片段認人係咪安全，但上訴庭認為片段質素非常好，喺普通法原則下，原審法官係有權以此作為身份辨認嘅基礎㗎。所以拒絕批出上訴許可，維持原判。咁我哋要留意喎，其實呢兩名被告最初係點樣被鎖定作為調查目標嘅呢？嗱，首先佢根據線報啊，線報話有幾個南亞人呢係啱啱爆竊完，咁啊講埋係邊個嘅，咁然之後因為咁樣就去拘捕佢哋嘅。咁而拘捕呢兩個人呢，嗱喺庭上面佢又話唔認識嘅，咁但係控方呢就覺得佢哋係認識嘅。咁而且呢，第一被告啊，即係今次喺 CCTV 裏邊話唔認自己就係嗰個人嗰個被告呢，佢就有10幾次案底喎，其中8次呢就係入屋爆竊。OK， 即係同而家今次佢被控告嘅內容係完全一樣啊！咁所以我相信最初點解會將佢告上法庭呢？第一就因為佢樣好似啦，咁而家法官都話好似啦。咁第二就係有線人提供線索啦。咁嗱，你要知線人提供嘅線索係拉到2個人喎。咁第二被告係有指紋留低咗，所以係好肯定佢就犯案者嘅。即係線人提供2個線索，其中一個係堅嘅，肯定係堅嘅。咁所以呢，第一個都好可能係堅啦，而且個樣又咁似，你有咁多案底，有同類案底，而且同一個線人提供嘅另一個線索係拉到嗰個有指紋嘅人。咁所以加埋晒之後呢，警方係好肯定嘅，當時佢認為咧係好肯定拉到嘅呢2個人咧就真係嗰2個犯案者嘅，咁所以咧就將佢告上法庭。OK 嗱，咁似乎係合情合理啊。咁但係奇怪在咧，去到法庭之後咧，法官係完全好似冇考慮過呢點嘅喎。法官係完全淨係考慮 CCTV 嘅片段係好似喎。頭先你聽到啦，佢就話我觀察咗6日啦，審訊6日，睇下佢動作咧就真係好似即係肯定佢就係 CCTV 片段裏邊嗰個人，從而就判決佢就係犯案者啦。嗱，係咁啫喎。佢冇提過咩案底啊、同類嘅前科啊、線人啊嗰啲嘢，亦都冇話線人提供兩個資料，其中一個係好肯定第2被告喎。佢冇提過呢啲，咁點解會唔提呢？嗱，就係因為線人係冇上庭作供啊！嗱，當然我哋唔知點解線人冇上庭作供啦，可能係保護個證人啦，或者保護個線人啦，又或者你嗰個圈子係好窄嘅，即係南亞裔嘅圈子好窄嘅。如果你督咗線人出嚟嘅話呢，咁佢嘅生命安全可能有危險，咁所以呢，佢又冇上庭作供。咁既然冇上庭作供呢，就冇得考慮呢點啊，直頭完全唔可以將呢一點放上法庭去考慮。咁至於案底又點呢？嗱，法律係規定咧，之前我經常講嘅，法律係規定事實裁決者作出事實裁決嘅時候呢，係唔可以考慮佢有案底嘅。即係如果佢有案底，你又當佢會講大話係唔得嘅。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即係如果係陪審員嘅話呢，法官會提醒陪審員，你唔可以考慮佢唔係。如果係有陪審員嘅時候呢，根本係唔可以俾陪審員知道有冇案底。咁但係如果而家係法官作為事實裁決者嘅話呢，法官就會提醒自己，我唔可以因為佢有案底就唔信佢。OK， 喺事實裁決嘅時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唔可以以案底作為考慮點。咁但係當然你成日會聽到個法官話你有案底嘅，所以就判你重啲。嗱，嗰個就係因為判刑嘅時候咧就可以考慮有冇案底。咁但係判決嗰陣時咧就唔可以考慮有冇案底。咁所以即使佢真係明知有案底都好啊，佢唔可以以呢個作為考慮點嘅。咁所以最後嗱，
究竟法官係咪真係純粹以 CCTV 片段去判斷佢就係犯案者呢？嗱，我哋唔知，我哋唔係法官肚裏邊條蟲，我哋唔知佢係咪真係完全冇考慮到佢有冇案底呢件事。總之喺法律嚟講，佢係唔應該考慮。OK， 咁所以出嚟咧就變咗只係考慮 CCTV 片段嗰個人係咪佢。咁當然啦，你知啦，就算佢真係有考慮，佢都會話冇噶啦。咁所以呢宗案就係可以話香港人唯一一宗案例咧，係唔係喺即時現場嗰度拉到，而有冇其他佐證嘅情況之下，單用 CCTV 去定罪嘅例子嚟嘅。咁其實仲有另一宗嘅，經常俾人提起嘅，除咗呢一宗之外咧，仲有邱家明案啦。咁但係其實邱家明案咧就唔係喎，因為邱家明案其實喺案發現場附近被捕嘅喎，即係喺當時嘅即係案發當時現場附近被捕。咁所以我認為唔算係獨立純粹用 CCTV 定罪嘅例子嘅。咁另外仲有好多人講嘅就係淘大花園無屍案啊，即係陳文森嘅第一次審訊啦。咁當時啊真係純粹用 CCTV 去夾咗阿陳文森出嚟嘅嘛，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好多人提出嘅案例就係話純粹用 CCTV 片段去判佢有罪嘅。咁但係我認為呢個都唔係嘅，因為事實上都冇爭議啊陳文森嘅身份，即係 CCTV 個片段。佢係咪陳文森咧？係冇爭議嘅，陳文森自己都認嗰個係佢。不過當時佢只係唔認咧，佢攞住嗰個紅白藍膠袋裏邊嗰個係一條屍體啫嘛，係嘛？咁所以我認為咧，呢個唔可以作為單以 CCTV 去舉證嘅案例之一嘅。OK， 所以真正真係只係用 CCTV 片段去舉證嘅例子咧，真係只有 Riyaz Ali 呢單案嘅。OK， 咁所以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啦。呢一宗案同筲箕灣燒臘鋪嗰宗案比較係咪差唔多呢？嗱，如果你認為差唔多嘅話，咁佢告阿里又唔告呢個姓葉嘅，咁好明顯就有差距啦，有蠱惑啦，可能佢真係休班警啦。咁但係如果你認為其實情況差好遠喎，兩者係唔係同類嘅情況喎，咁就可能推唔出呢個姓葉嘅清潔工原來嘅真正身份係休班警呢個結論啦。OK， 嗱，咁呢個判斷就交翻俾大家自己去判斷啦。OK， 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啦，記住留言入會睇廣告，或者請我飲杯咖啡，加埋 Patreon 支持我呢個頻道繼續存在嘅。Patreon 有每一段片都會有文字摘要同埋語音摘要嘅，亦都可以聽翻之前咁多段嘅會員獨家影片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